来，即个这个地档，泰鲁阁的经营酒店，有袂少的员工甲人客调离的救曲洞，早起是陆陆续续用吊挂的方式甲因救出来，家属就伫个指挥所来等待。有一个查囝看到妈妈被救出来的时阵，马上冲过去，两母仔囝烧染流目屎，互人看到嘛鼻头酸、脑光啊甜甜甜，这是替因欢喜的目屎。亲戚朋友快做伙，等着被救出来人，总算放心。搜救人员带领治安全无碍护林人行出来，查某囝一看到老母，欢喜甲跳起来。母仔囝咱做伙，画面真感动，护林人嘛强要哭出来。山谷内底一片蒙雾，消防人员用空气来勘灾，公路和磅空，阁有海去的车和石头捡过分裂。工程人员和重机械嘛咧抢时间清理道路，因为还阁未少人咧等救援。直升机甲精英受困人员平安送到山脚，民众落直升机嘛摕卡棒夹头暗条，脚步真慢。有的是慢性边卡受伤，阁有外国翁某大腹肚，人拢平安。若受困民众继续空投物资支援。我们大概5点多的时候，从天祥那一边就有一组搜救人员往9区洞跟绿水那边去挺进。到今仔日中昼，泰鲁阁地区大八线还阁是搜救的重点，除了要救受困民众，阁爱找到失联者。以沙卡洞步道为主，阁有救曲洞、绿水合流营地、西部国小，阁有上深的乐消。若台11线方便高山嘛有失联民众，另外外籍人士失联地点不详。陆上除了消防人员，空勤嘛为空中支援继续敲找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